孩儿啦，难为你陪着我们老爷开来游游，这得体谅我们不少的心事啊。好他里的公终于应当的欢迎。老太太，你为了好老爹送一位吧。好啊。老年虽有些苍老矣，生来是我爸爸天飞上花人，三三么爸爸一飞上花人，一梦开老太太又问我上阵不老回家去，在内老凤丫头，这凭你这张巧嘴。这几年我留心看起来，二嫂子病她怎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。我的孩儿啦，我是经老了，还巧什么？当年我家凤丫头一把年纪呀，倒是比她还强你。是啊，倒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面奉承，千真万真。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呀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及宝丫头你。对，老太太说的真的，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姨妈非宝是真的，老祖宗自当在边有讲，这宝姑娘好。凤丫头啊，你等一会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娘儿们今天索性就来了一路。姨太太，你想吃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觉她出难题，时常叫她弄了东西来孝敬。姨妈对得了，老祖宗这不言人女孙，要是不言人女孙啊，早日也把我吃了你。
从今后就了开手。听噻，这两句你听不听？妹妹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家门出来当日是昨日相逢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衙外不是不走到，亲自张张紧紧来到家了。你咋烦恼我担忧，你咋开眼我先想，我与你同坐吃饭同上菜，像一母所生的亲同胞，谁指望亲亲热热直到底，再见得我俩情谊比人呀好，谁知道妹妹人大心也大，如今是下着眼睛把路桥，三朝四岁不理我，四宝肉十温落怕太烦恼。我有错，你当也是骂也好，为什么月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仇，你说也是这也好，为什么被人
的归为原难饶。你别哭了，我不能哭嘞。可你来自我滚上你。这么深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来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哎呀，这话从哪里说起呀？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是会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离开就死好了。才要你多走法事的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如过一回，一定是丫头们干出来的好事，叫我回去问他是谁，我一定要教训他们。是呀，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都是小事，要是以后什么包姑娘来、白姑娘来，把他们也得罪了，事情就大了。你还又是这些话呢？你到底还是在气我，还是咒我呢？这有什么要紧的？看，进度报起来了，还记得一粒汗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是说说，怎么放心不放心？你真的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平时对你的心是用错了？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哄我了。你咋真的不明白这话？不但我平时对你的心朋友，连你平时对我的心也都不为了。正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。好妹妹，你咋能宽慰心？你的病就会好了。好妹妹，你来一个你再让我说句话，你再走好不好啊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你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敢生，就是他带着出来，就是我死了也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，也不管告诉人，只好一着。要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是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哎呀，二姨，你这是哪里的话？你怎么了？二姨，二姨，二姨，看你神色不好，还是回房去歇歇去吧。